嘿，大家好，我是你們的老朋友 Eric，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本特別的書，一本讓我讀完之後，感覺腦袋裏好多卡住的地方一下子被疏通了的書。這本書就是《納瓦爾寶典》。你可能聽過納瓦爾拉維坎特這個名字，他被稱為矽谷哲人。第一次聽到這個稱號的時候，我心想，哲人？是不是又要講一些高深莫測、離我們很遠的道理啊？但當我真正翻開這本書，或者說，當我開始聽他那些播客和採訪的時候，我才發現，這位哲人可太接地氣了。他不像那些高高在上的導師，而更像是一位智慧的兄長，用最簡單、最直白的話，把那些我們從小到大被灌輸的關於成功和幸福的錯誤觀念，一個個地擺開游說，讓你看到事物的本質。想象一下，你是不是也曾有過這樣的困惑？我們從小被教育要努力讀書，找一份好工作，然後一步一個腳印地往上爬，這樣就能過上好日子，對吧？但現實呢？你可能發現，你身邊那些最努力工作的人，不一定是賺錢最多的人，那些看起來光鮮亮麗的人，內心卻可能充滿焦慮和不安。這到底是為什麼？我們是不是從一開始就理解錯了財富和幸福的定義？納瓦爾這本書就是來幫我們解開這些困惑的。它不是給你一套快速致富的秘訣，也不是給你一套立竿見影的幸福公式。它給你的是一套思維框架，一套讓你重新審視財富、幸福和人生的底層邏輯。它會告訴你如何不靠運氣地創造財富，如何找到內心的平靜，以及如何成為一個更自由、更完整的自己。在接下來的時間裏，我會把《納瓦爾寶典》的精華拆解成3個部分，帶你一步步走進納瓦爾的智慧世界。第一部分，我們要聊聊納瓦爾對財富和槓桿的獨特理解。他會告訴你為什麼賺錢和致富是兩碼事，以及如何利用槓桿來放大你的努力。第二部分，我們將深入探討納瓦爾的幸福哲學。他會教你如何擺脫慾望的束縛，如何通過培養心智來獲得持久的內心平靜。第三部分，我會為你總結一些具體可操作的建議。這些建議將幫助你把納瓦爾的智慧應用到你的日常生活中，無論是你的事業還是你的個人成長，都能從中受益。準備好了嗎？讓我們開始吧。第一部分，重新定義財富與槓桿。為什麼光靠努力工作不夠？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努力工作，要勤奮，要加班，這樣才能賺更多的錢，才能過上好日子。這句話聽起來沒毛病，對吧？但納瓦爾會告訴你，這只是賺錢的邏輯，而不是致富的邏輯。那麼，什麼是財富呢？納瓦爾給了一個非常精闢的定義，財富不是指你賬戶上有多少錢，而是指你在睡覺的時候，你的資產還能為你賺錢的能力。聽明白了嗎？這就是資產性收入的概念。你買了一套房子租出去，租金就是財富；你投資了一家公司，公司的分紅就是財富；你寫了一本書，版稅就是財富。而你每天去公司打卡上班，領的工資，那叫收入，不是財富。因為一旦你停止工作，收入就沒有了。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很多非常努力工作的人，可能一輩子都無法實現真正的財富自由。他們在用時間換錢，而時間是有限的。納瓦爾說，如果你想致富，你必須擁有股權，而不是一份工作。股權就是你對某項資產的所有權，它能為你帶來被動收入。那麼，普通人怎麼才能創造財富呢？納瓦爾提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叫做槓桿。我們一提到槓桿，可能很多人會想到金融槓桿，覺得那很危險。但納瓦爾說的槓桿遠不止於此。他把槓桿分成了3種：勞動槓桿 （labor leverage）， 這是最傳統的槓桿，就是僱傭別人為你工作。比如你開一家公司，僱傭員工，他們的時間和精力就成了你的槓桿。
但這種槓桿的缺點是，你得管理別人，而且還要承擔風險。資本槓桿 （capital leverage）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金融槓桿。你可以用錢來賺錢，比如投資股票、房產，或者用借來的錢去投資。這種槓桿的潛力巨大，但風險也最高，因為你可能會賠光。產品或媒體槓桿 （products and media leverage） 這是納瓦爾認為在數字時代最為強大，也最容易被普通人利用的槓桿。它指的是你可以創造出一個產品，比如軟體、書籍、課程、音頻、影片，或者一種媒體形式，比如播客、YouTube 頻道、部落格，然後讓它無限次地複製和傳播，而你只需要創造一次。想想看，一個軟體工程師寫了一個 App， 幾百萬人下載使用，他只需要寫一次代碼，就能服務幾百萬人。一個作家寫了一本書，幾十萬人購買，他只需要寫一次，就能影響幾十萬人。一個 YouTuber 製作了一個影片，幾百萬人觀看，他只需要錄製一次，就能觸達幾百萬人。這就是產品或媒體槓桿的威力。它讓你的努力不再受限於你的時間，不再受限於你一次只能服務一個人的物理限制。所以，如果你想致富，納瓦爾給你的第一個建議就是找到一種能為你提供槓桿的方式，尤其是產品或媒體槓桿。這意味着你要學會編程、寫作、製作影片、錄製音頻，或者任何能讓你創造出可無限複製的東西的技能。當然，光有槓桿還不夠。納瓦爾還強調了另外兩個關鍵點：專屬知識 （specific knowledge） 這不是你在學校裏學到的那些通用知識，而是那些你通過自身好奇心和熱情，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別人很難複製的知識和技能。比如，你對某個小眾市場的深刻理解，你獨特的藝術風格，或者你解決某類複雜問題的獨特方法。這種知識是無法被培訓出來的，它需要你長時間的積累和實踐。而且，擁有專屬知識的人，往往是那些對自己做的事情充滿熱情的人。他們不是為了錢而做，而是因為熱愛。承擔責任 （accountability） 你必須願意為你的產品、你的服務、你的決策承擔全部責任。當你承擔了責任，你就擁有了決策權，也就擁有了創造和利用槓桿的機會。那些只願意聽從指令，不願承擔責任的人，永遠只能是勞動者，而無法成為財富創造者。所以，總結一下第一部分，納瓦爾告訴我們，真正的財富是資產性收入，而實現財富自由的關鍵，在於利用槓桿，尤其是產品或媒體槓桿，並且要結合你獨特的專屬知識，同時敢於承擔責任。這和我們傳統的努力工作賺錢的思維模式，是不是很不一樣？它要求我們從一個執行者轉變為一個創造者和所有者。第二部分，幸福的哲學，如何擺脫慾望的束縛，找到內心的平靜。聊完了財富，我們來聊聊另一個同樣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的話題：幸福。很多人可能覺得，等我有了錢，我自然就幸福了。但納瓦爾會告訴你，這是一個巨大的誤解。幸福是一種選擇，是一種心態，它和財富沒有必然的聯繫。納瓦爾對幸福的定義非常獨特。他認為，幸福不是一種你通過外部事物獲得的東西，而是一種你內心沒有慾望的狀態。這聽起來有點像佛家的無欲則剛，對吧？他解釋說，當你沒有慾望的時候，你就擁有了你所需要的一切。而當你追求某樣東西的時候，無論是金錢、名譽、愛情，你都會感到不滿足，因為你還沒有擁有它。一旦你擁有了，新的慾望又會產生，於是你又陷入了新的不滿足。這就像一個永無止境的跑步機，你跑得越快，慾望的終點就離你越遠。所以，納瓦爾的幸福哲學核心就是減少慾望，而不是增加擁有。這不是說讓你變成一個什麼都不想要的人，而是讓你學會區分需要和想要。我們很多時候的痛苦都來源於想要太多。
想要更大的房子，想要更快的車，想要更漂亮的衣服，想要別人更多的認可。這些想要就像是無形的枷鎖，把我們牢牢地困住。那麼，如何減少慾望呢？納瓦爾提出了一些非常實用的方法。活在當下，減少對未來的擔憂和對過去的後悔。我們的大腦總是喜歡在時間軸上跳來跳去，不是擔心還沒發生的事情，就是後悔已經過去的事情。納瓦爾說，幸福就是當你不再思考時間的時候，當你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當下的事情中，你的思緒就不會被過去和未來所困擾。接受現實，減少對事物的評判。我們總是習慣對事物進行好壞、對錯的評判，但納瓦爾說，事情本身沒有好壞，是我們給它貼上了標籤。當你接受事物本來的樣子，不帶評判地去觀察它，你的內心就會平靜很多。這就像你看到下雨，如果你覺得下雨真煩人，你就會不開心；但如果你只是接受下雨了，你的情緒就不會受到影響。培養內在的平靜，而不是外在的刺激。很多人追求幸福的方式是通過外部的刺激，比如購物、美食、娛樂。但這些刺激帶來的快樂都是短暫的，而且會讓你產生依賴。納瓦爾鼓勵我們培養內在的平靜，比如通過冥想、閱讀、獨處。這些活動可能不會給你帶來強烈的興奮感，但它們能給你帶來持久的內心安寧。選擇你的思想。納瓦爾認為，我們的思想就像一個開關，我們可以選擇打開積極的開關，關閉消極的開關。這聽起來有點像積極思考，但它更深層次。它不是讓你盲目樂觀，而是讓你意識到，你對世界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你的思想決定的。如果你選擇看到光明的一面，你的世界就會充滿光明。納瓦爾還特別強調了閱讀的重要性。他認為，閱讀是最好的冥想，也是最好的學習方式。通過閱讀，你可以和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進行對話，吸收他們的智慧，從而改變你的思維模式。他甚至說，我讀書不是為了學習，而是為了改變我的心智。當你的心智改變了，你看待世界的方式改變了，你的幸福感自然也會提升。所以，在第二部分，我們了解到，幸福並非來自於擁有更多，而是來自於減少慾望，活在當下，接受現實，培養內在平靜以及選擇積極的思想。這是一種向內求的智慧，它提醒我們，真正的幸福力量就在我們自己手中。第三部分，實踐應用，如何將納瓦爾的智慧融入你的生活。前面我們聊了納瓦爾關於財富和幸福的底層邏輯，是不是覺得很有啟發？但光聽懂還不夠，關鍵是要怎麼把它應用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納瓦爾的智慧最大的魅力就在於它的實用性。首先，關於財富創造，如何應用？培養你的專屬知識，問問自己，你對什麼充滿好奇？什麼事情讓你廢寢忘食？什麼事情你做起來比別人輕鬆，而且能做得很好？這些很可能就是你的專屬知識所在。不要去追逐熱門，而是去深耕你的興趣。比如，你可能很喜歡研究某個小眾的歷史時期，或者你對某種手工藝有着獨特的見解。這些看似沒用的興趣，在數字時代都可能通過產品或媒體槓桿，變成你的財富來源。你可以寫一本關於它的電子書，製作一系列教學影片，或者開設一個付費社群。尋找槓桿機會，思考一下你的工作或興趣中有沒有可以利用槓桿的地方。如果你是上班族，有沒有可能參與到公司的股權激勵計劃？有沒有可能利用你的專業知識，在業餘時間創建一個線上課程、一個工具軟體，或者一個內容平台？學習編程、寫作、設計、影片製作這些技能，它們是當今時代最強大的產品或媒體槓桿。你不必成為專家，但至少要了解它們的基本原理，並嘗試去創造一些東西。
擁抱責任，試着在你的工作中主動承擔更多責任，尤其是那些需要你做出決策、需要你承擔風險的任務。這會讓你從一個被動的執行者變成一個主動的創造者。如果你是創業者，那就更要學會承擔所有責任，因為你的成功和失敗都將由你一人承擔。其次，關於幸福與內心平靜，如何應用？練習冥想和獨處，納瓦爾是冥想的忠實實踐者。每天哪怕只有10分鐘，閉上眼睛，專注於你的呼吸，感受當下。這能幫助你減少雜念，培養內心的平靜。獨處也是一樣，給自己留出一些不被打擾的時間，不用手機，不用社交媒體，只是和自己待在一起，思考、閱讀或者什麼都不做。減少信息攝入，納瓦爾非常反對過度消費新聞和社交媒體。他說，新聞就是讓你焦慮的東西，社交媒體上的比較會讓你產生無盡的慾望。試着減少刷手機的時間，取消不必要的訂閱，把時間花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比如閱讀經典書籍。培養閱讀習慣，納瓦爾說，他讀書不是為了學習，而是為了改變心智。選擇那些經過時間考驗的經典書籍，他們能給你帶來更深層次的思考。每天哪怕只讀幾頁，長期堅持下來，你會發現你的思維模式會發生巨大的變化。練習感恩和接受，每天花一點時間，想想你現在擁有的東西，而不是你還沒有得到的東西。對生活中的小確幸心存感激。當遇到不順心的事情時，試着去接受它，而不是抱怨它。記住，事情本身沒有好壞，是你的評判讓它有了好壞。認識到幸福是一種選擇，納瓦爾說，幸福是一種技能，就像健身一樣，需要持續的練習。它不是一個終點，而是一個過程。當你意識到幸福的選擇權在你手中時，你就不會再把自己的快樂寄託在外部事物上。最後，我想強調一點，納瓦爾的智慧不是讓你變成一個苦行僧，也不是讓你放棄追求物質。他只是想告訴你，財富和幸福，他們的本質是什麼，以及如何用更智慧的方式去追求他們。他鼓勵我們成為一個自由的人，這種自由不僅是財務上的自由，更是思想上的自由，是內心不受束縛的自由。所以，從今天開始，你可以試着問自己幾個問題：我真正想創造的是什麼？我能利用什麼樣的槓桿來放大我的努力？我對什麼充滿熱情？能培養出我的專屬知識？我如何才能減少不必要的慾望，找到內心的平靜？這些問題會引導你走向一條不同於以往的道路，一條通往真正財富和持久幸福的道路。好了，我們今天一起探索了《納瓦爾寶典》這本充滿智慧的書。我們首先了解到，納瓦爾對財富的定義是在你睡覺時也能為你賺錢的資產，而不是簡單的工資收入。而實現財富自由的關鍵在於利用槓桿，尤其是數字時代最強大的產品或媒體槓桿，結合你獨特的專屬知識，並敢於承擔責任。這顛覆了我們傳統上對努力工作的理解。它告訴我們要從一個時間的販賣者轉變為一個價值的創造者和所有者。接着，我們深入探討了納瓦爾的幸福哲學。他認為幸福不是外在的擁有，而是一種內在的無欲狀態。通過減少慾望，活在當下，接受現實，培養內在平靜以及選擇積極思想，我們可以擺脫焦慮和不滿足的循環，找到持久的內心安寧。最後，我們也聊了許多具體的實踐建議，無論是培養專屬知識、尋找槓桿機會，還是練習冥想、減少信息攝入、培養閱讀習慣，這些都是我們可以立即開始行動的步驟。納瓦爾寶典這本書沒有給你任何快速成功的秘訣，也沒有給你任何雞湯式的安慰。它提供的是一套底層的思維框架，一套讓你重新審視財富、幸福和人生的智慧。它鼓勵你成為一個獨立思考者，一個自我負責者，一個不斷學習和成長的人。
我希望這一集的節目能像一粒種子，在你的心中種下好奇和啟發。去讀一讀納瓦爾的原文吧，去聽一聽他的播客，你會發現更多屬於你自己的感悟。記住，真正的財富是自由，真正的幸福是平靜。願你我都能在這條探索的道路上，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誠摯推薦你去閱讀原書，歡迎你點擊下方資訊欄內連結，在合作網站購買紙本書或電子書版本。如果你覺得這一集的聽書對你有幫助，這個頻道對你有啟發，別忘了一鍵3連點讚、訂閱、分享，讓更多人也能聽到這份知識的聲音。感謝大家的收聽，我們下期再見。